所以就会体会着讲，咱做田人、做职人吼，渔民啦，实际上因的日子实在是真艰苦的。尤其哦，伫遐咧用的时阵，我一直注意讲，伊讲迄把流、烤流啊，时间敢若偌济，你若骨伤慢、路伤慢，水连咪就起来，人就无可能。啊，过去就偌济捌发生过啊。所以毋是讲因伫做工开箱啊，一般人唔知影行讲啊那那水天看起来袂舒服，咧景色都特殊真水，所以对伊来讲毋是即个情形。所以你在写作者相关的题材的时阵，毋是讲干那看到迄景致用文字的艺术去表达尔。对。你参因的正经心肝内所想的生活所重视的物件，你嘛会甲放入去遮的作品内底。咱身为一个作者看到，咱毋是单纯的欣赏，欣赏以外，我那爱甲咱的心放来，甲因同款哦，亲像徛伫因的立场安尼哦。所以我拢一直主张啦，文学应该爱关怀人生哦。古早一句话啊，用华语讲叫悲天悯人。